由6月9日到今日，我哋一共推介咗12場比賽，戰績係6勝6負。雖然總體勝率係50%，但如果睇數據走勢，你會發現模型正處於一個非常明顯嘅 V 型反轉。前期6場波，我哋只係攞到1勝5負。呢段時間，模型喺熱身賽同揭幕戰中對非競技因素嘅預判出現咗偏差。但進入世界盃正賽週期後，模型嘅核心算法開始全面爆發，實現咗近6場中5場嘅戰績，勝率飆升至83%。呢個唔係運氣，係模型已經適應咗大賽嘅節奏。大蛇模型嘅核心邏輯就係專門針對世界盃呢類球迷，氣氛極度狂熱、資金量巨大嘅頂級大賽。喺呢類比賽入面，散戶嘅豪門情結同名氣崇拜會被無限放大，導致盤口產生嚴重嘅情緒溢價。大蛇模型嘅優勢就係利用數據降維，擊穿呢啲情緒泡沫，出被市場忽略嘅真實價值。目前模型仲有2大不足，首先係大賽初期嘅數據滯後，未能第一時間捕捉到球隊喺正賽環境下嘅戰術突變；其次係對極端情緒嘅修正不足。喺揭幕戰等場次，模型雖然監控到熱度過高，但喺盤口回調深度嘅預判上仲未夠果斷。針對接下來嘅賽程，我哋已經對模型進行咗專項微調。第一係實時戰意權重，針對小組賽出線形勢，調高咗積分需求權重。第二係防守韌性修正，調高咗防守落位穩定性嘅評分。呢個亦係我哋最近精確命中日本、摩洛哥等下盤嘅關鍵。第三係資金熱度闢值，微調咗情緒溢價預警線。當豪門熱度觸及80%臨界點時，模型會更果斷地轉入資本對沖模式，關注黑哥並加入公開群。我哋每日會喺群內分享推介。